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熬早，真欢喜咱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也是关机。咱伫礼拜中间会当做伙来享受上帝的平安甲快乐。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万关灵听阮的主阿爸爸上帝，愿满心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赏赐的快乐，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愿你的灵充满阮的心，虽然外口黑暗天，但总是阮悠然会当看见上帝你要赏赐的雨水来滋润这个土地，也互阮的心悠然要通过阮敬拜你圣神的膏油恩典，也要充满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同齐享受着上帝你的平安的祝福，愿上帝你祝福阮，带领阮今日的敬拜，通过对头到尾你圣神的感动的话语，也会当引带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会当重新得到快乐，为主你来活的快乐，也互阮搁一摆来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赏赐阮，带领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圣神甲阮三甲同在。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起立，咱大声讲：主是我的帮站，我要靠主来唱俄勒的诗歌。主是我的帮站，我要靠主来唱俄勒诗歌。跟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欢喜来唱歌俄勒。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让我可以就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欢喜来唱歌俄勒。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让我可以就喜乐。将眼光归予咱的君王。咱拢为小伊欢喜而乐意，将阳光归予咱的君王。咱拢为小伊欢喜而乐意，所以我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欢喜来唱歌而乐。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让我可以就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欢喜来唱歌俄勒。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让我可以就喜乐。将眼光归予咱的君王，咱拢为小伊欢喜而乐。将眼光归予咱的君王，咱拢为小伊欢喜而乐意。所以我讲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欢喜来唱歌俄勒。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让我可以就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欢喜来唱歌俄勒。靠主着喜乐，靠主着喜乐，靠主让我可以就喜乐。靠主的人有喜乐，咱就爱来信靠伊，阿门。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软弱、丧凶、艰苦的时。犹原上帝赏赐咱的力量，是因为咱信靠伊，咱就要重新得到快乐。咱搁一摆来唱这首诗歌，我也要信靠你。你将给我力量，感觉彷徨；你赐给我盼望，失去方向。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我的生命。不再一样，起来颂扬，用新的乐章完全献上。
同赞美耶稣我的王。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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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当软弱疲乏，你加给我力量，感觉彷徨。你赐给我盼望，失去方向。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我的生命你同在一样，起来颂扬，用心的乐章完全献上。你同赞美耶稣我的王。耶稣，耶稣，我们一起来宣告。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耶稣，耶稣，耶稣来宣告。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我们再一次来宣告：耶稣，我信靠你。耶稣，耶稣，我信靠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愿我心，愿我信心更坚定。愿我心，愿我信心更坚定。哈利路亚！我们再次用掌声，用咱的呼声、荣光归予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若有信靠你的心，阮了解阮的生命，阮就爱常常地宣告，阮的生命是属于你的。因为耶稣，你是救阮生命的主宰，阮就爱常常伫你的面前清楚知影是什么人是咧掌管阮明仔日的世界。求上帝你帮助阮，让我们知道，唯有主你掌管我们的明天，唯有神你掌管我们台湾前面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帮助阮，互阮时时刻刻抓着上帝你的应允，你甲阮三个伫地，你要互阮深知，阮明仔日的生活，因为上帝，阮就会当得到光强。因为上帝，你甲阮三个同行，你就要带阮行到伫安静的水边，互阮会当有水通好啉，互阮的生命会当有水里活命的水泉，成做阮头前的道路的活水。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谢，求上帝你一直带阮来行，同心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阴天的阳光，因明天我穿云岸。我不为将来的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半已明了。但我知主在
再从头一起来唱。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当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的事，许多的事，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当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这时无需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这个2礼拜台湾所发生的事，侪侪人的心惊吓，总是咱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是完全交托，互咱的敬畏咱的上帝。这位上帝是真实享受生命的主，是甚至掌管世界的主宰。咱就要来倚靠咱的主上帝，凡事上帝的确为咱来排比。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啊，阮知凡事拢伫上帝你的念理的内底。上帝你是掌管一切万行有的上帝。主你爱阮知，阮就大心来到伫正人的面头前，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所有的需要的人，甲世间的人来祈祷。恳求上帝你赏赐予阮有智慧，常常伫祈祷的内底，为着阮所经历的事，阮所经历的变化，阮就爱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赏赐困难互阮，互阮明白是上帝你咧掌管，阮明仔日的世界，阮也着尽阮的本分，通看见世间的年日所发生的事，阮着常常为着这事来祈祷。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互阮伫祈祷中定心得着困难，互阮伫祈祷中定心得着望。愿上帝你赏赐的困难，互每一个信你的人定心得着帮助。互阮有望，阮就喜乐；互阮有望，阮就晓学习敲找上帝你的心意，来认真为主你来活。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引带阮头前的道路，为主你来行的人，认真来行的人，生命就要得到福气。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搁一摆对头来唱。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
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的事，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他必要领我向前，他必要领我向前。主引导我心内，是给他我的天，我因我只可福的欢来求你引导我心内，引导我心内，是给我的天，我因我只可福的欢来求你，是给我感耶稣。叫大慈悲，叫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引导我心内，是叫我的天，我因我只可福的我来求你，是叫我感耶稣，你那阮我，期待拢无亏人，通来许我。求主引导我心内，是叫我的地，我因我只好好的我来求你。咱请姊妹来唱第3节，请兄弟来祈祷。这是咱请咱兄弟来唱第4节，请姊妹来祈祷。感应主一生一世，真爱做你的囝，不等无变。求主引导我心内。是叫我的地，我因我只好好的我来求你。咱个做伙来吟最后一节，是叫我欠名字，是叫我欠名字，一生一世，真爱做你的囝，不等无变。求主引导我心内，是
我的地，我心无一毫无紧，我来就你，我心无一毫无紧，我来就你。主啊，阮羡慕你。阮羡慕阮的生命，毋若羡慕你会当得到生命亮光。阮更较要义是阮的生命会当活出无亏欠主的生命。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智慧甲力量，互阮每一摆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阮就会当抱着一粒心灵甲诚实的心来到你面前。恳求上帝你搁一摆欢喜阮的敬拜，对头到尾甲阮三个同在。因带阮，互阮有一粒活泼的灵，用你的话语真做刀，真做剑，刺插阮逐人的内心，互阮明白阮的生命要安怎为主你来活。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请做伙用大条界来告别咱的信仰。第一届，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届，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届，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届，着记你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届，毋通害死人；第七届，毋通行奸淫；第八届，毋通偷窃；第九届，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十届，毋通贪心。咱做伙来用圣诗216首，我心专有听候上帝，请起立。咱三角来起，你若用嘴宣认基督是主，心信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好啊，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会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的人会遇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个上帝是万民的主。
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拢无做人，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才哪尔啊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是看见福音。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无法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涯角。咱请圣歌队来吟诗，今仔日的诗歌是歌名《基比列》。
感谢圣歌队的儿乐，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伫圣经哥罗西书1章24节到29节。圣经哥罗西书1章24节到29节。我用现在台语译本来共读。我为着恁受苦感觉真欢喜，因为我肉体的受苦是咧完成基督为着伊的身躯，就是教会受也未了的苦难。我做教会的差役，我对上帝领受的任务是为着恁，要将伊的信息完全传开。这个信息是历代以来对人类所隐瞒的奥秘，现在已经对伊的深度显明。上帝要互因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妙是哪尼丰富佮荣耀。这个奥妙是基督伫恁内底，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所以，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解各教是真人。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真做成熟的人献互上帝。为着这个目的，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尽力咧拍拼。咱即马请泽恩来用中文译本，佮读一摆28节。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咱邀请咱请所有的囡仔主里2的小朋友我们都一起到台前来。好，牧师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来祷告昨暝我甲带我的囝先拜年啦就爱请安有哪是会紧张啦无要紧，咱有哪继续甲因鼓励啦这胆量是爱操练的啦好，咱做伙来为着这细囝来祈祷万关灵听阮的主上帝，你听这细囝，将这细囝成做阮教会家庭美好的产业的赏赐。愿上帝你赏赐，互阮有智慧，常常陪伴、教导，甚至传承上帝你爱阮所传福音的道，成做这细囝成长生命要紧的记号，互因明白上帝你是掌权生命的主宰，你是因生命智慧赏赐的来源。求上帝你成做阮的帮衬，也赏赐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齐伫甲因三甲成长的过程的中间，成做因好的导师，嘛成做因活命中间、生命成长的中间的陪伴者，常常为因祈祷，常常用好的话来学乐造就因，也将鼓励、帮衬、陪伴因，用上帝的话来常常来提醒因，互因明白生命要安怎样行，才是得上帝你蒙恩的祝福的生命。愿上帝你将这款的应允，将这款的真理，常常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无论阮家庭的内底的囝儿，阮拢着常常用主你的话来教导因成长平安大汉。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衬，互阮生命成做主你的祝福。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搁一摆普声甲因鼓励啦好，嘛甲这老师求上帝祝福，并带因。今仔日真欢喜的，咱会当三甲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嘛真欢喜伫咱中间，咱嘛有头一厝，含咱做伙三甲敬拜的兄弟，嘛愿上帝祝福因，祝福咱，互咱会当同齐享受着主的平安甲快乐。顶礼拜牧师含咱的同工
几位同工兄弟做伙去到伫中英大学伫参与即个圣神降临节即个国际祈祷会的内底看见有真侪无共款的教会同工甲信徒，阮同齐伫迄个所在来为着世界、为着正教会来祈祷伫即摆所成立的即个祈祷的会议的中间，互阮体会真深，也就是要伫400冬台湾所领受着即个福音的种子400几冬以来，上帝爱咱每一个教会，着爱团结，着爱团结做啥物代志？爱做耶和华的军队啊！咱知影军队若无军队即个国家就会安怎？就足紧的被人炸去，甚至会被人毁坏去。所以我感觉一个国家需要的是军队，好的军队。教会嘛相款，教会是上帝伫世间爱咱伫世间上会当做美好征战的军队啊！所以咱伫教会内底，伫即摆的活动的中间主办单位嘛特别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伫强调基督徒的组织，世界每一个人的组织，教会组织，着爱常常建立伫军队的概念。什么是军队的概念？可能姊妹较无法当体会。兄弟特别会当体会，特别中间有这宇轩嘛是军人会特别会体会到国家的内底军队每一个人的训练的工作，迄个人的训练就爱安怎爱谨慎啊。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牧师特别用一个主题，咱要行上帝话语的教会，咱来起做一个会当行上帝话语，毋是行是行是会当真实行上帝话语，会当真实互咱的生命活出，会当互人人得到救、认捌真理的教会啦。所以兄弟姊妹，教会毋简单是一个我即个摆要听牧师看讲题什么主题会当拍动我的心，其实毋是即个主题啦。重要是啥？是圣经的话语啦。所以佫一摆邀请你，甲你边仔兄弟讲甲你边仔兄弟讲愿上帝话来刺激你的内心，愿上帝话刺激你的内心。牧师特别强调是刺激，因为上帝话若袂刺激人的心，迄通常是干那啥，干那欢喜感动，干那袂输讲我得到一个话语帮助安尼尔，伊无法当带为的生命带来什么改变。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带领咱做伙来看一段。提摩太前书2章1节到4节，圣经的话安尼讲，所以我劝恁，首先爱为着人人来祈祷，来恳求，来感谢，为着君王甲一切在位的，嘛着爱安尼，互咱会当伫敬虔端正的生命中间，会当平静安稳的生活，这是好的。伫咱的救主上帝面头前是通感力的，伊愿意人人得到救，嘛要安怎会当得到认捌真理。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咱要清楚知，咱毋简单是要祈祷，为着家己咧祈祷，更较要紧是每一个信徒拢着爱学习，伫凡项事顶面，咱着会晓学习去为人祝福祈祷。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咱做伙学习。为人代祷，按做伙学习为人代祷所以即摆的活动的中间，我牧师有一个足深的体会。伫咧中间嘛，互阮佫一摆回想，阮来台湾咱来知影1624年，迄当时明朝的时阵荷兰军队占领台湾南部台南这个所在，将这个福音的经济放伫台南的这个所在，然后耶稣的福音嘛就开始祝福伫台湾这片岛屿。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佫一摆唤起，互我明白，哇，这个真理太要紧了。兄弟姊妹，什么真理？什么真理？福音基督的真理是要救一个所在的国家，包含人民。伫400冬以前，台湾的已经安怎？台湾就已经原来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已经从荷兰的这个国家带入了台湾。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我真清楚感觉，教会
毋那着爱会当行上帝话语的教会，教会着爱会当行上帝真理的教会。上帝话语是啥？敢毋是真理嘛？上帝教会敢毋是着爱会当行真理吗？毋是惊真理啊！哦，有真侪人吼，若听到真理拢惊着啦，啊，拢毋敢去行啦。吼，因为感觉家己做袂到啊，所以一直活伫一个虚假、欺骗的生命内底。所以教会自然人就袂带来祝福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咱信徒爱学习，爱昆读圣经，咱爱诚做一个昆读圣经的信徒。毋通诚做一个会晓讲道理，却袂晓行道理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基督徒组织的一个称呼啦。教会是基督徒的集合，教会嘛是一群人的组织，伊毋是一个地点，嘛毋是一个建筑物啊。教会是因为有一群人的组织，安尼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啥？咱爱想啊，若教会是一群人组织，我们就要去想，教会我们为何聚集在一块？咱要创啥？咱的目的要创啥？就是人爱伫这种的信仰的背景、团体内底，爱安怎？生命要怎么样？要改变嘛？就好像我如果是一个学生，我是一个学习的学生，我伫学校我就爱安怎？功课爱安怎？爱学着知识嘛，学着财物，学着能力嘛。我诚做一个军人，我进入军中，我常常啊，拄着宇轩，我会甲问讲，你即摆带兵会做辛苦袂？带士兵会不会很忙？最近好像会比较忙一点，对不对？因为好像对岸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举动。这军人，咱来想想为因祈祷，他们是在前线啊。但是咱呢？我们要在属灵的里面，我们要做前线的带导者。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咱伫信仰的团体的中间，咱爱去思考，到底我的生命有转变无？咱的生命有没有转变呢？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要时常为下一代做美好的传承。所以牧师是安怎开始讲，咱的青少年，包含这些小儿。咱伫教会面头前，咱毋是干那放互因，互这老师咧带，咱就做伙为着因来做祝福的祈祷，甚至互因开始学习读圣经，未来牧师去鼓励因，因就爱好胆徛伫这个所在，会晓来带领咱来敬拜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中华基督教的这个亚太儿童少年领袖培训发展协会，因成立20年啦。这个协会因咧做啥物代志？因不断地提升儿童甲少年，互因会当通过圣经的原则，要安怎伫服侍的态度甲方法的顶面，安怎会当得到成长。所以呢，内底有一个台南的美好教会一个林明宏牧师，因参与真久，伫即摆的活动的中间，伊咧分享，伊讲，我们要一代又一代，都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且让这些孩子或者囡仔常常甲上帝做一个掠条甲主的关系，求主帮助咱会当成做一个卓越的影响力的人。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卓越的能力的影响力是从哪里来？对倒位来？对上帝来，无唔对。但是要安怎对上帝来？对上帝的话啦，上帝的话语啊。对不对？咱拢知影上帝啊，但是上帝要安怎认捌这个上帝？你一定要读经啊！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从神的话语去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是什么样的上帝，你无法度通了解。所以兄弟姊妹，我特别体会真深。我的老爸是一个非常严谨务实的一个人。我会记得我细汉，我的老爸常常会问我的妈妈，讲你家囡仔带去教会你因的生命到底有改变啊无啦？定定拢会问这个代志啊。若无改变带去遐咧创啥？无路用啦。所以呢，我的妈妈伊拢甲我讲你毋通听爸爸的话，恁着安怎会记得？想事智慧是对上帝来，你着爱为着爸爸祈祷，你着爱为着
咱的家庭祈祷，为着恁的生命的成长来祈祷。所以我的妈妈伊真爱读上帝的话，常常透过祈祷，伫细汉的时阵就咧栽培阮。但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就开始带动阮全家每一个人，包含我的爸爸，嘛开始伫信仰的道路顶面，开始咧教导阮，学习咧甲阮提醒，恁着爱好好尽忠，做好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做的。所以兄弟姊妹，这互我想到，咱一冬的内底有几礼拜？52到53礼拜啦，52到53周啊。你爱想讲哦，到底咱的今年甲旧年，我的生命，我对这个主的救恩，对主的救恩信仰有更深的了解了吗？甚至呢，咱旧年甲今年，咱对圣经有更较侪了解啊无？你爱去思考，甚至更较深咱来了解，咱的生命的行动力，有因为这个信仰的人脉更较深，咱的信心甲蒙福的生命、蒙福的生命，有没有因为认识的主更多，而蒙福的经验跟见证更多了？这就是咱的信仰，咱来常常去做反省甲思考。所以，上帝教会一定得爱常常伫圣经的内底真理话命话中间，不断地服侍上帝，彼此人脉的中间，参与事工的事奉的中间，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啥，就是爱读经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当咱选择一个教会，加入一个组织，成做这个团体的一份子，咱就需要什么？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咱就要有三个帮赞，互相提醒，甚至互相鼓励。咱爱常常为着咱的即马新添执事吼，新添执事伊对昨开始伊就去做这个目睭的手术。上帝搁一摆，互伊另外一个目睭需要做一个新的治疗。咱求上帝帮助咱。牧师常常讲，上帝真疼咱，将这个新添老师历史老师，伊对圣经的人脉真活。牧师嘛鼓励伫咱在座伫圣经的顶面非常活，是非常清楚的兄弟，咱会当互相彼此来鼓励，带人做伙来读经祈祷。昨教会来一个新的姊妹，我咧跟伊分享了解人脉的中间，我才了解。伊过去伫之前的教会受到牧师娘甲伊带陪伴，周间伊虽然礼拜日伊需要陪厝里的人有伊的工作，但总是伊意爱伫即个中间会当更较认捌上帝。所以我会当真深体会到，一个人会得救，是因为上帝话语的中间去认捌迄位上帝。所以毋是牧师教讲道，毋是即间教会原因温暖，这拢真重要。但是更较重要是啥？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咱做伙讲，愿主的话帮助我，有气力学习去读伊的话。好，所以这对一个正常的教会是非常重要，嘛是应该去做的事。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会当认捌，甚至愿意安尼来做。有的人常常会感觉讲无一定啦，我去教会嘛无一定爱安尼来做啦。我甚至嘛感觉讲，我有真侪讲袂清楚、问袂清楚的问题。通常即款的信徒最后会做一个反应，叫做啥？无我搁来别间教会看卖的啦。所以呢，兄弟姊妹，牧师真鼓励咱。咱伫一间教会内底，咱爱学习去敲找教会拢无要紧。但是当你敲找到一间教会时阵，你着爱去认捌，这间教会伊是毋是有咧敲找上帝话命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什么是咱的生命共款的目标？三个帮赞，甚至三个鼓励咧，就是爱每一日读圣经，了解上帝的话啦。我认为咱一生的道路只有这条路了。通过上帝的话来认捌，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我们生命要如何来走。我敢跟你保证，
当你找到了这个真理，你就会明白真理神的福音是大有功效的。今仔日牧师用这个主题，嘛用这段圣经节，歌罗西书的这段圣经节，要跟咱做伙来分享。上帝为保罗伊安怎样来鼓励这歌罗西教会信徒？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因为歌罗西教会、歌罗西的所在，拄啊好是看东方的这个牧役真重要的一个所在。但是歌罗西教会的这个人、这个信徒，因面对一个真严重的问题，一个异端啊，叫做半犹太神秘主义，还有半东方禁欲主义。有人敬拜神，这天使，因会亚做家己有属灵的洞见哦。因会感觉讲，这个物件吼，真抽象。你有发觉有的基督徒敢若买安尼啦，会真神秘，好，他会把这个生命信仰讲得很抽象。但是我跟你讲，这你来小心，好，为什么呢？因为迄当时虽然这种的神秘主义。这种的异端并未直接对基督教、基督徒产生真大的冲突，但是咧，因会慢慢啊，伫基督教的思想的内底产生影响。我举一个咧，因有一种的概念叫做，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界的。什么叫做属灵的？咱的信仰会感觉属灵的好还是歹？好对无？吼，属世界是安怎？是无好的吼。咱是安尼甲伊规范。因共款，迄当时一个异端的主义叫做诺斯底主义。因认为讲上帝是属灵的，这个世界是属伫物质的，属灵是好的，属物质的人认为是邪恶的。属灵的上帝，伊根本未亲自管理一个邪恶的世界。注意哦，这句话已经开始无共款啦。我唔知你有听出来无？属灵的上帝根本未亲自去管理邪恶的世界，所以上帝会派基督来世界，是因为世界邪恶，所以基督无可能甲人做伙生活伫这个世界。上帝会派基督来世界，是因为人所看到的这个十字架顶的基督，只不过是啥？只不过是影。哦，你有感觉无共啊无？好，诺斯底主义这个幻影学啊，幻影神说神学不太一样哦。看似好像是对的，但是互你认真来想的时候，你会发觉，安尼听起来上帝甲阮是无关系的，是分开的呢。所以兄弟姊妹，诺斯底主义这种的异端，伫迄当时的幻影说。真侪信徒对耶稣基督的认捌，就会开始有所变化。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我们不要小看异端啊！咱茫小看异端，伫咱的生活中有无？有。什么时阵？我常常拄到的是青少年我来甲伊问讲，最近你哪拢无看你来啊？哪拢无看你来教会啊？伊讲牧师，我要读书啊！我就咧想讲我就有当时我会问兄弟讲，今日若牧师的囡仔若要过敢要考试啊牧师的囡仔敢会使卖来？大家就笑了，意思好像不行呢。奇怪呢，牧师的孩子不能呢，但是你的孩子好像可以呢，为了功课可以不用来教会呢，上教会呢。这是不是异端啊？是啊，这是异端啊！兄弟姊妹，牧师一直感觉，保罗因为这种的关系，伊讲出家己对歌罗西教会关心甲担忧啊。虽然伊所看到这个代志，这个人有真多，伊无伫迄中间，但是伊却心内非常的着急。所以咱来看一段圣经在歌罗西书第2章第1节甲第5节。保罗伊安怎讲？伊讲：我愿意恁拢爱知影，我为着恁甲老底家人，甲啥物？甲我亲自过去毋捌亲自见面的人就是新的信徒，
我是何等的尽心尽力，要叫因的心会当得到安慰，是因为疼心互相连结。我甲恁做伙这种的疼心是疼三角结的呢，会递到这个丰丰足足，在悟性当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你有发现这个花言巧语，亲像他多牧师咧讲的，迄个幻影说，有无？好，因为迄当时有这个代志，这个异端，所以保罗特别甲因提醒。我为什么这样尽心尽力在甲咱讲这个代志？就哪像迄牧师即马做认真、做清楚，嘛咧甲咱提醒。咱的真理，咱所领受的福音，袂使互世间上侪异端，互咱较赢过伊嘅耶稣基督救恩的生命受到影响。所以保罗讲：我身躯虽然甲恁相离，心却甲恁三甲同在。看到恁乃当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必坚固，我就安那，我就欢喜。所以兄弟姊妹，我牧师真时常咧看见讲，咱来鼓励咱的青少年。有当时伊若即礼拜无来无看到，甚至兄弟姊妹即礼拜你无看到，咱就爱有一个着急的心，知影讲伊有可能因为生活，因为某一个原因，跟上帝关系隔离啊，这是有可能的哦，你不要小看哦。很多时候，外面的生活大过于上帝的事情还要来得重要。这很多时候已经不对了啦，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已经不对了。所以兄弟姊妹，我的囝虽然徛伫这个所在读圣经，迄个过程伊是做挣扎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是牧师的儿子。好，压力很大呢。好，长哦混的呢哦，我个特别加穆恩特别提醒哦，穆恩上台要怎么做？说要打招呼哦，长龙标要做好哦，这个要做好哦，行起来哦，不把我不要，很正常嘛，对，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咱得爱了解基督在咱的心内要安怎带出快乐跟行动。实际上，我们从一个最微小的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咱得爱了解上帝爱咱安尼做的原因是为着啥。所以兄弟姊妹，对这个代志，咱会当了解。保罗伊咧传达一个概念：当咱什么时阵甲教会隔离啊、疏远，其实就代表咱伫什么时阵开始软弱啊。当咱的身躯、咱的机体无法度通单独存在的时阵，咱来了解，咱需要教会健全的教会生活，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常常鼓励咱的同工嘛咧甲因讲，我讲咱的青少年，咱的关心唔通伤过客观啊。什么叫做客观？客观的尊重是需要的，没有错。好，但是我觉得尊重之余，我们还需要有一颗主动的心智，去关心他。这个礼拜怎么没看到你来啊？怎么了？我可以为你祷告。主啊，求你给他信心跟能力。好，我牧师在看咱每一个同工，今仔日我特别，我觉得要鼓励我们的年轻的执事哈，承恩。我觉得刚刚从头到尾他讲话有信心能力，我觉得是祷告，透过祷告去经历，他讲话不用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咱会当为主来活。伫生活家庭会当做好的传承的能力的溃烂，拢需要定心去反省，咱家己伫上帝真理的话甲福音的内底，咱是毋是有领受到？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爱常常去思考。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无啥爱讲话的一个牧师，伊去探访一个无来教会聚会的兄弟，伊去到伊的厝内。就坐来讲兄弟啊，你真久无来聚会啊，这个兄弟嘛承认啦，吼，牧师就嘛无讲啥，伊就摕这个火柄吼，将这个火炭吼，就甲伫
伫遐咧冰吼，将这红的火炭就甲它捡起来，啊捡出来了后呢，伊搁甲伊放伫即个石头顶吼，啊然后搁伫咧火炉搁甲拉的，啊无偌久火炭就化去啊。啊，即个牧师呢，就问即个兄弟，伊讲哦，兄弟啊，啊你有看到这火炭化去啊无？伊讲有，化去啊。后来即个牧师搁将即个火炭搁甲伊搁放入去，然后搁拉的，倒起来了。伊讲兄弟啊，啊你看到这火炭倒起来吼？伊讲倒起来。然后这个牧师无讲啥物话，嘛一段时间了，就甲即个兄弟讲，兄弟啊。啊，时间嘛差不多啊，我嘛要来走啊，啊，就离开啊。后来，即个兄弟咧，伊对即个牧师伫捡即个火炭的中间吼，了解，过礼拜就去聚会啊。我牧师毋是要教咱安尼做哦，吼，咱无咧用火炭，吼，但是咱会当理解，其实即个牧者伊咧传一个信息，咧互即个信徒知影。兄弟姊妹，我相信你嘛会当体会到。常常牧师咧甲咱关心，嘛有即个意思。其实我拢相信，上帝爱咱，定心就爱倒转到伫伊的面头前来领受迄个福分。因为当咱什么时阵甲教会、甲上帝隔离，其实咱就开始咧软弱。你毋是哪坚强哦，你毋是代表你时间愈济哦，代表的是你靠家己的生活，靠家己咧面对代志。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对上帝的话语来得到开力。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内底，哥罗西书第1章24到29节，保罗为着教会受什么苦？伊讲：现在我为着恁受苦，倒觉得欢乐。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感觉这句话有特别的问题啊！我咧看的时候感觉讲，基督受的患难，咱拢会当理解对吧？基督的患难就是啥？钉十字架的苦难嘛。你觉得基督所受的患难还有缺欠吗？伊咧讲的是啥？我感觉无欠嘛，无亏欠，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啦。这个患难是他所一生当中所受的苦啦。这个患难我们要清楚知道，但是保罗为什么说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是啥？意思是讲，咱要去补满信徒甲主上帝，甲咱的耶稣基督做伙受苦所有不足的所在啦。我再讲一次，好，每一个信徒，保罗特别提醒，咱要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同齐受苦。所有无法度通补足的所在啦。最近咱教会开始咧做社区音乐班，对不？我记得上个礼拜第一次我们的玉成老师他经历了人生当中他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困难的工作，他流着眼泪，他发现说哇，为什么那么的艰难？可是，在整体的过程当中，在我心中，他却是补满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带给这些孩子生命当中需要的那部分，你知道吗？当我看到他的难受的时候，我唯有跟神祷告说：“主啊，让他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他生命当中与主的工人、与主的同工。”我们在主面前一同受苦，不足的地方把它补足了。我没办法，但是他可以，还了解无？所以我估计个你有清楚知影我的意思无？我非常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明白，我在陪伴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过程当中。其实，当我们能够理解牧师所传递的这个信息，你会了解你的行动会跟保罗所说的这句话：要在我肉身上去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就会知道，咱甲主同齐受苦所不足的所在，是同齐做伙来给完成。所以我嘛真感谢上帝，过去我的妹妹，
伊要无伫咱教会伫参与咱的事奉啊，即个执事的事奉的时，做早之前我就看我的爸爸伫咧思考，讲要安怎样带领我的妹妹，伊伫大桥小学咧做音乐老师。即摆咱教会要开始做即个社区的音乐班，其实有足侪力量宣传的部分，大桥国校的即个宣传真紧哦。牧师即摆咧思考的是，这12个吼内底有5个是国校的学生，真紧啊，足紧就满。我感觉无够，教会着爱搁较侪勇士精兵，特别伫音乐的顶面的专业的老师，会当安怎？咱若教业的人，咱就有法度安怎？搁较带囡仔来到伫教会，真重要啊！遐囡仔伫2楼咧上课，伊的老爸老母伫1楼的所在，拢牵牧师，阮牵咱的同工伫遐咧交谈。所以牧师真鼓励咱，礼拜六你会当找时间，你嘛会当来教会，啊，牵遮的爸母，坐咧做伙安怎分享，好了解人物彼此，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段时间。所以兄弟姊妹，保罗他说：“我照着上帝为着恁所赏赐互我的积分做教会执事，要甲上帝的道理传了，搁较焦逼啊！”所以兄弟姊妹。这个道理伫世世代代所蕴藏的奥秘，伊的圣徒显明啊！上帝愿意叫恁知，叫因知影，这个奥秘伫外邦人的中间是何等的丰富甲荣耀。所以兄弟姊妹，福音不是干那咱家己的领受，不是我们自己而已，而是要像保罗所说的，这个道理虽然历历代代它是隐藏着奥秘，但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显明出来啊？主的真理有没有显明在我们当中？有嘛？福音有没有显明在我们当中？都有啊。可是我们要怎么做？28节，我们要传扬它，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引到上帝的面前。引到上帝的面前，叫做好好的把他们交给上帝。这个才叫做蒙福的生命，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得着祝福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为此受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注意，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从神那里领受足够的能力，你所尽力的都很软弱，都会有破口，甚至都很容易被打倒。但是我靠上帝开力，这2礼拜有人甲我讲，牧师，你敢若感冒？我讲对，我感冒，这摆敢若较久长小可。但是我这摆特别感触真深，就是这只唱歌无共款的口音啊，有些小可沙沙的声音哦，还蛮有感觉的。另外兄弟姊妹，伫凡行事咱尽力为主做工，上帝要加添咱教义的气力甲力量。所以我认为上帝的话语带予咱的生命是何等的水，常常咧帮助咱。因为上帝的话安尼讲，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2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我认为上帝话语忙拢会当真做咱的提醒，帮助咱透过伊的话语，搁一摆来帮助咱的生命，刺擦咱的内心，互咱的生命会当搁一摆甲上帝心思意念相同，做伙行这条道路。我相信上帝要稳上加稳，赐予咱的生命行伫上帝道路。保罗讲伊尽伊的气力，我靠上帝予伊充足的大气力。这个尽力的意思，代表是一个运动员。一个运动员伫比赛的中间要赢啦，要得胜啦。如果你尽力了，可是却没有得胜，请问有达标吗？没有达标，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我们没有靠上帝。所以，咱一世人爱靠上帝，亲像保罗学习这款的态度。
有侪异端，有侪无符合上帝心意的。你要安怎知影？你要怎么知道？难道不是读圣经吗？难道不是灵修祷告，与神建立美好关系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互咱这位学习保罗用这款的精神去传、去劝诫、去教导，为着就是要互人带人到上帝面头前。所以兄弟姊妹，传福音是啥？传福音就是帮咱看见一个人的生命转变，将伊带到上帝面头前。最后一步骤非常的重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心的用神的话语去做教导。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阮恳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有真侪项事，阮忽略用上帝的话语来成做阮生命的准则，直到阮活袂出带有功效、有活泼的生命来荣光主上帝。主啊，圣经内底的话语充满侪上帝你对人的启示，嘛是对阮人生命的教导、督导、责备，互人的生命会当归正路，互人学习活出美好人生的好处，甚至互记那属伫主的人通得到完全，互阮所行的事通得到荣光上帝、永生一人的生活。主啊，阮需要这款的生命，求上帝你帮助阮，愿圣神的感动时常提醒阮，用你的话语来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阮也要为着台湾这2礼拜人民所处的，伫遮有权有势力的人，伫分别民主、自由、是非甲公义的关键时刻，因忽略人民的声。阮需要伫祈祷中来领受智慧的心，为着会当推动国家进展的总统，甲每一个政府官员，互因无求家己的利益，会当学习看清家己的生命，就要尽忠诚实面对每一个有可能为着台湾带来极大伤害的决定，就有谦卑的心，才会明白什么是好的决策。这才是对整体国家有利益的决定。愿阮每一个信主你的人，就常常为着所有的人来祈祷、恳求、感谢上帝；为所有的执政者来祈祷，为家庭来祈祷，为阮也会当活着，会当为着会当过着敬虔的生活、端正的心、和平安静的生活，阮就常常为着这事来祈祷。求上帝继续为着阮的生命，会当活伫上帝你蒙福的生命内底。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学习伫你的话语中来得到智慧甲帮助。也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心神灵有软弱有痛痛。恳求上帝你亲自医治甲赐福。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吴牧师的分享。咱即马来用信息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请起立。
咱上课来奉献。我相信万民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智慧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提的问题，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断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命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马是咱公道的时间，请咱掀开周报内底的公道事项，咱为着遮个事，当心开喙来祈祷。
力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的引带，感谢你的看领，感谢你的看顾，主啊，阮伫这个世间，我有足侪的软弱，我有足侪的病痛，我嘛有足侪的忌讳，我有足侪的挂虑，主啊，阮恳求你，互阮会当凡事拢合你的旨意，互阮会当用你的心意来做咱的心意，互阮会当知影你要互阮做啥，互阮会当伫世间来传播你的道路，互阮会当知影啥物是好，啥物是歹。主啊，恳求你，阮知阮有足侪的不足，主，阮有足侪的软弱，主，阮恳求你赐福，互阮有气力，互阮会当来传播所有合你心意的代志。我安尼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圣罪名来求，阿门。我来报告，咱下周的护萨灵同工，请家己来注意，奉献的部分嘛，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咱教会的消息通知。咱本周的小组暂停，请这来注意。第二点，咱下晡1点，伫个福强教会有大岛的团队公务活动，请有报名的同工甲兄姐下晡伫个教会。中午到伫教会做伙食饭了后，做伙前往参加。咱第三点，咱后主日是青年主日，咱邀请咱的青年同工来负责后主日的礼拜，请关心大道。第四点，咱后礼拜六开始，因为有青年的主日活动排练甲小会。所以华语礼拜暂停2摆，请兄姐来注意。第六点，咱6月9号的礼拜日要举行新礼典，嘛请兄姐这有备。咱即马来用台语佮华语来读本周的经句。台语，阮传伊用达款的智慧顾劝人。各大喜啦，被献大人伫基督来完全。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领到神面前。哥罗西书1章28节，咱请牧师补充报告。牧师补充报告。咱伫教会亚华礼拜目前已经报名70名70位。那我们的是到80位啦咱名额是到80有哪个10名嘛，请咱兄弟鼓励咱邀请咱的朋友然后还未报名的嘛，邀请咱欢迎咱做伙来参加今仔日咱嘛真欢喜新杰伊嘛全家拢有倒转来搁一摆欢迎因咱有即个。有新朋友敢是这个可以介绍一下吗？介绍一下，贵姓？请起立没关系。是啦是姓翁仔某吗？欢迎您来，咱普声甲您欢迎。是可以名字可以念一下，我们请让大家认识会。是国兴兄，是国兴郭贵丰美红米姐，国兴兄
好，咱等下咱请安的时阵，咱会当做伙来甲咱的新朋友做请安吼，真欢迎恁来吼。咱嘛真欢喜伫咱的兄弟中间，咱若是有身体有痛痛、有不足的所在吼，请咱拢会当随时私底下会当甲牧师讲，牧师会邀请咱做伙伫祈祷的中间，做伙为咱代祷吼。咱等下因为礼拜三吼，牧师邀请咱啦，今仔日有想要做伙来参与的吼，请咱会当留落来。阮会当统计人数，咱要订便当的数量。咱食饭饱，咱就做伙过来去到伫富强教会。牧师期待鼓励咱吼，虽然即个代祷团的观摩，毋是讲咱来做同工，咱开始来参加，毋是哦，是讲咱来先去做了解。吼，富强教会过去因安怎样伫中保代祷，就是做一个代祷的一个团队。帮助一间教会有真侪事，咱爱伫祈祷中间去经历，所以咱会当做伙来去看教会人安怎咧做代祷的团队。这个部分因是做甲真用心啦吼。所以牧师嘛真欢喜有机会咱鼓励咱做伙来去做学习。所以牧师邀请咱吼，若下晡无代志，咱会当会知咱等下吼会当做伙留落来伫一楼的所在、副堂的所在，咱来做一个统计啦吼，甲咱做一个邀请。好，这个时阵嘛，邀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起立来做伙来请安吼。国兄兄洪美姐吼，好，咱做伙大家互相请安，大家互相请安。上帝听好咱做伙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咱做伙游玩徛咧，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驾圣神，三位一体，在地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主，你是现在地地，将来永远地地的主宰。愿上帝耶稣基督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互咱的生命一生尊主最大，跟对主的脚步来行，学习昆读主的话语，常常甲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来荣光主上帝，引带人到上帝面前，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默祷。